臨瞓前聽完一本書，今日我哋聽《資治通鑑》。當英雄死晒之後，歷史仲剩低啲咩？公元280年，晉武帝司馬炎滅咗東吳，嗰一刻佢企到人生最高峰。爺爺司馬懿熬死咗諸葛亮，伯父司馬師廢咗皇帝，父親司馬昭殺咗皇帝，最後呢粒熟到透嘅土就跌咗落司馬炎手上。如果將中國歷史比喻成一場遊戲，司馬炎拎到嘅係絕對嘅神級賬號：一、對手全滅，所剩無幾嘅三國英雄都死晒，冇人打得；二、資源爆滿，天下統一，國庫充足；三、世俗撐場，全天下嘅豪門大族都同佢同一陣線。照道理講，呢個應該係下一個大漢盛世嘅開始，係咪？但司馬炎呢個 CEO 竟然做咗一個令人震驚嘅決定，擺爛。司馬炎唔單止自己擺爛，佢仲帶頭搞起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嘅炫富大賽。《資治通鑑》入邊記錄咗一個好出名嘅段子：羊車忘幸。司馬炎後宮有幾多女人？1萬幾個，多到連佢自己都唔知今晚應該瞓邊度。於是佢發明咗一個方法，坐住羊拉嘅車，隻羊停喺邊個妃子門口，就喺邊度過夜。於是後宮啲妃子唔再研究點樣打扮，反而開始研究點樣種竹灑鹽水。因為羊中意食竹葉，中意舐鹽。上梁唔正下梁歪，老闆帶頭玩樂，下面啲高層嗰班頂級門閥世家玩得更加癲。呢度一定要請出2位大晉合夥人，一個係皇親國戚王圀，一個係當時嘅首富石崇。呢2個人鬥富嘅故事，簡直係《資治通鑑》入邊嘅黑色幽默。王開為咗炫耀，下令屋企洗鑊都用糖水。石崇一聽，我屋企煮飯從來唔用木柴，用蠟燭。王九拎出皇帝送嘅一棵2尺高紅珊瑚樹，得戚洋洋請大家參觀。石崇望咗一眼，拎起如意，啪一聲就打到粉碎。王龜來咗，你賠翻俾我。石崇笑一笑，唔使急。佢叫人翻屋企搬嚟一堆珊瑚，3尺嘅、4尺嘅都有，任你揀。各位朋友，讀到呢度你係咩感覺？係咪覺得好過癮？好似而家啲爽文咁？但司馬光寫呢段嘅時候，心其實係滴血嘅。佢見到嘅唔係有錢任性，而係統治階層嘅癌變。呢個唔單止係浪費錢嘅問題，呢個係一種精神上嘅腐爛。呢班掌握國家命運嘅人，佢哋嘅價值觀已經徹底扭曲。佢哋唔再以報效國家為榮，反而以唔負責任為榮；唔再以勤儉為德，反而將揮霍無度當成潮流。呢個就好似一架載滿乘客嘅大巴。司機同售票員唔單止飲到爛醉，仲喺度比賽邊個夠膽合埋眼揸車，結局注定係車毀人亡。如果話車眉只係令嘅大巴偏離咗路線，咁接落嚟嘅操作就係司馬炎親手拆走咗剎車皮，呢個就係著名嘅分封制。司馬炎成日覺得曹魏之所以滅亡，係因為皇室太弱，冇自己人幫手，於是佢一口氣封咗27個司馬家嘅王爺，叫佢哋帶住兵去各地鎮守。唔單止咁，佢仲揀咗一個歷史上出晒名嘅接班人司馬衷。大家對呢個名可能唔熟，但對佢嗰句千古名言一定聽到耳熟能詳。有一年鬧饑荒，百姓餓死無數，大臣匯報俾司馬衷。呢位皇帝皺住眉頭，一臉天真咁問：何不食肉糜？佢哋冇飯食，點解唔飲肉粥呢？好多人笑佢傻，但喺我睇嚟，呢件事一啲都唔好笑，反而好恐怖。呢個說明咩？說明統治階層已經同底層社會徹底物理隔住。喺佢哋嘅世界入面，肉粥已經係最低級嘅食物。如果連肉粥都飲唔到，嗰係完全想象唔到嘅事。一個智力有缺陷嘅皇帝坐喺權力火山口上面，身邊圍住一班手握重兵、野心勃勃嘅叔伯兄弟8王，外圍仲有一班虎視眈眈嘅游牧民族5戶。呢個邊度似一個國家啊？簡直就係一個擺滿炸藥桶嘅倉庫，而司馬衷手上拎住唯一一個打火機，點住呢個打火機嘅唔係其他人，而係司馬衷嘅老婆丑后賈南風。中國歷史上女性掌權者好多，女后夠狠，武則天夠強，但賈南風係純粹嘅惡。佢因為妒忌，親手殺死咗太子，因為太子唔係佢親生。呢一刀捅穿咗西晉最後一塊遮醜布。原本嗰班想造反又唔敢造反嘅王爺趙王倫、齊王等等，一睇好交火，皇后殺太子，呢個可是天大嘅理由。於是8王之亂爆發咗。呢個唔單止係宮廷政變，呢個係一場自殺式內戰。今日你殺入洛陽，聽日我殺入長安。
為咗贏，呢班王爺開始做一件最愚蠢嘅事，招募胡人僱傭兵。唔理你係匈奴人、鮮卑人定係羯人，只要你幫我斬死我唔中意嗰個叔伯，我就俾錢、俾地、俾官你做。呢個似咩？就好似屋企兩兄弟打交，為咗打贏對方，大哥打開門鎖，請一班強盜入嚟幫手。強盜入咗嚟，忙又幫咗，人又殺咗，然後強盜問：呢間屋幾唔錯，我唔想走，咁點算？故事嘅最後係一場令人窒息嘅悲劇。曾經喺金谷園豆腐嘅石崇，俾人拖到菜市口斬首。臨死之前，佢講：呢班殺我嘅人係貪我啲錢啊！劊子手冷冷咁回咗一句：早知佢哋係為咗錢，點解唔早啲散財做好事呢？曾經高高在上嘅晉懷帝被匈奴人捉走，着住青衣俾人針走，最後被毒死。公元316年，西晉滅亡，中原大地，亦即係中華文明嘅核心區，就係而家河南、陝西一帶徹底淪陷。漢族百姓被屠殺，幸存者唔得唔拖家帶口跨過長江逃去南方。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衣冠南渡。西晉就好似一個爛晒嘅煙花，只有37年統一，跟住就係長達300年嘅大分裂。司馬光寫呢一章嘅時候充滿憤怒，佢想話俾我哋知，一個冇責任感嘅精英階層係點樣將一手好牌打到爛晒。但係歷史嘅魅力就係絕望入邊仍然有希望。當舊貴族喺戰亂入邊死去，一股新力量正喺度崛起。喺南方，一個叫王導嘅人正試圖用寬容去重建秩序。喺北方，嗰啲所謂嘅野蠻人正開始學習點樣建立文明。如果你穿越成東晉嘅開國皇帝司馬睿，你一定會絕望。你手上冇錢又冇地盤，你帶住一班由北方落嚟嘅難民，雖然係貴族，走到南方土豪江東大族嘅地盤，南方嘅顧家陸家睇你就好似睇住個乞食咁，你哋北方人都死晒，跑嚟我哋度撐飯。呢個時候，如果你想學秦始皇搞中央集權，分分鐘就俾人滅咗，點算？司馬睿身邊企住一個絕頂聰明嘅男人，王導。王導俾司馬睿出咗一個主意，呢個主意構成咗東晉100年嘅政治基石。跪住都要將錢賺翻嚟，呢個就係著名嘅王與馬共天下。咩意思？即係皇帝司馬家做吉祥物，實際嘅權力、官位、土地，全部好似切蛋糕咁分俾世家大族、王家、謝家、余家。大家可能覺得呢個皇帝做得太委屈，但喺《資治通鑑》睇嚟，呢個係最高明嘅妥協。喺嗰種極度脆弱嘅時刻，如果仲要爭所謂皇權威嚴，漢族政權一早就玩完。王導用一種政治上以靜制動，我唔折騰，大家隨意嘅管理哲學，竟然將呢個臨時拼湊出嚟嘅草台班子穩住咗。靠住呢種糊弄策略，東晉苟然殘喘咗幾十年，但該嚟嘅始終會嚟。公元383年，北方嗰個最強男人前秦皇帝苻堅統一咗北方，佢帶住80萬大軍，號稱投鞭斷流，殺氣騰騰咁南下，準備一波推平東晉。東晉有幾多人？只得8萬、80萬對8萬，10比1，呢個根本就係送死局。呢個時候，東晉朝廷入邊亂到一鑊粥，只有一個人仲淡定咁捉棋。佢就係謝家嘅掌門人謝安。《資治通鑑》寫呢段寫得好有畫面感，前線告急嘅文書好似雪片咁飛嚟，謝安睇都唔睇，繼續捉棋。客人急到想跳樓，謝安淡淡咁講咗一句：小兒輩大破茶。班細路將強盜打走咗，你以為佢扮嘢？唔係，佢係打一場心理戰。謝安知道呢個時候，如果連佢都慌，呢8萬人一瞬間就會崩潰。佢一定要演出一種我已經贏咗嘅氣場。呢個就係著名嘅淝水之戰。戰鬥過程我就唔詳細講，但我一定要講一個細節，因為呢個細節體現咗文化嘅力量。兩軍對壘喺淝水兩岸，東晉將領謝玄、謝安嘅侄仔對住苻堅喊話：你哋退後少少，騰出地方，我哋渡河同你哋決一死戰。照道理講，邊個退邊個就傻，趁人哋渡河渡到一半先攻擊幾好。但係苻堅太自信，佢諗我就退少少，等你哋過河過到一半再殺你哋。於是前秦下令後退，就喺呢一瞬間，東晉呢邊有人大嗌一聲：秦軍敗咗！秦軍敗咗！呢一嗌就好似喺嗰個充滿火藥味嘅倉庫入面掟咗個煙頭，就算係謠言，喺極度緊張嘅戰場上都會變成事實。後面啲士兵唔知前面點解要退，以為真係敗咗，轉身就走，發生咗著名嘅人踩人事故，幾十萬人互相踐踏，死者遍野。成語草木皆兵，風聲鶴唳都係出自呢度。
呢場戰爭嘅本質係乜？唔係8萬打贏咗80萬，而係有罪打贏咗無罪。東晉雖然弱，但係大家係為咗保衛家園、文化認同。前秦雖然強，但呢80萬人係捉翻嚟嘅壯丁，多民族拼湊，人心係散嘅。謝安贏在定力，苻堅輸在傲慢。淝水之戰俾南方續命咗好耐，但歷史車輪繼續向前滾，去到南朝宋、齊、梁呢度，我哋要講一個最令人唏噓嘅皇帝——梁武帝蕭衍。如果你睇佢前半生，簡直係完美。佢博學多才，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佢勤政愛民，甚至規定老百姓可以直接去皇宮門口告狀。佢在位48年，係南朝最繁榮嘅時期。但佢有一個致命嘅死穴——信佛，而且信到走火入魔。蕭衍係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出家嘅皇帝。佢3次跑去同太子做和尚，大臣冇辦法，只能大家夾錢，用1億萬巨款將佢從菩薩嗰度贖翻嚟。呢件事真係好荒誕。皇帝唔係去治理國家，而係日日講經說法。佢下令全國唔准殺生，祭祀祖先唔可以用牛羊，只可以用蔬菜麵團。佢仲特別仁慈，見到行刑就喊，唔捨得殺。資治通鑑喺呢度提出咗一個尖銳嘅問題：仁慈係美德，但作為統治者，冇原則嘅仁慈就係犯罪。因為佢嘅仁慈，佢接納咗一個嚟自北方嘅叛將侯景。所有人都提醒佢，侯景呢個人係狼解子、反骨仔，唔可以留。梁武帝就話冇事，我要用佛法感化佢。結果呢，侯景之亂爆發，侯景帶住幾千人就將皇宮包圍咗，曾經繁華嘅建康城變成人間地獄。最諷刺嘅一幕嚟啦，86歲嘅梁武帝被侯景關喺台城皇宮入面，佢餓到頭暈眼花，想飲一口蜂蜜水，看守嘅人冷冷咁講冇。呢位統治咗南方半個世紀嘅菩薩皇帝，最後活活餓死。喺佢死後，南朝徹底衰落。嗰個曾經衣冠南道、保留咗中華文明火種嘅南方，就喺無休止嘅內鬥同虛偽嘅仁義入面，耗盡咗最後一點元氣。講到呢度，我哋回顧一下西晉嘅奢靡，令我哋見到富而無理嘅可怕；東晉嘅偏安，令我哋見到弱而有術嘅生存；南朝嘅梁武帝，令我哋見到仁義無斷嘅悲劇。如果你企喺歷史嘅上帝視角，你會發現一個殘酷事實：南方政權雖然精緻、文化高、有錢，但佢哋喺嗰個亂世入面，始終欠缺一種硬核嘅組織力。佢哋太聰明、太識計算、太講究門第，每個人都喺度為家族打算，冇人真係為國家搏命。而與此同時，喺嗰個被我哋忽略嘅北方，喺嗰啲被漢人睇唔起嘅野蠻人之中，正發生一場驚天動地嘅基因突變。我哋要去睇下嗰個鮮卑族嘅北魏係點樣透過一場自殺式改革，將胡人嘅武力同漢人嘅制度完美融合，最終孕育出嗰個令我哋魂牽夢繞嘅隋唐盛世。當南方嘅貴族仲喺度飲茶、捉棋、談玄學嘅時候，北方發生咗咩事？簡單講就係大屠殺遊戲，匈奴、鮮卑、羯、族、羌5個主要少數民族輪流登場。今日你稱帝，聽日我屠城。呢度我唔講嗰啲複雜國號，只講一個細節，你就知道有幾恐怖。後趙嘅皇帝石虎呢條友簡直係魔鬼代言人，佢只調傳北方幾十萬漢人去收宮殿，唔想收就殺，想逃走又殺。到佢死嘅時候，成個北方白骨蔽野，漢族人口銳減到滅絕邊緣。呢個時候，如果你係一個生活喺北方嘅漢人，你只有2條路：一死，二躲入烏堡，就好似《水滸傳》祝家莊嗰種土堡，結債自保。呢個睇落係一個死局，但呢班野蠻人入邊出咗一個異類。呢個民族叫鮮卑，佢哋建立嘅朝代叫北魏。就喺所有人都忙住殺人嘅時候，北魏嘅皇帝開始思考一個終極問題：我哋可以喺馬背上打天下，但我哋可唔可以喺馬背上治天下？答案係唔可以。如果繼續殺落去，鮮卑人遲早都會被殺光。於是，中國歷史上最驚人、最徹底，甚至可以話係最變態嘅一次改革開始咗。主角登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呢個人嘅狠唔係對敵人，而係對自己人。公元493年，佢做咗一件大事，佢對大臣話：我哋要去攻打南朝，統一中國。實際上呢，佢係想借住打仗嘅名義強行遷都。佢將首都由大同平城嗰個苦寒之地搬到洛陽，中華文明嘅中心。去到洛陽，大臣唔想走，亦都唔想打仗。孝文帝話：得，唔打仗可以，但我哋要喺呢度定居，而且一定要答應我幾個條件。呢幾個條件就係著名嘅全盤漢化。隨低湖復鑄漢服，邊個夠膽着皮袍上朝？
即刻罷免，唔講鮮卑話，改講漢語。30歲以下嘅官員再講一句鮮卑語就降職，改漢姓，皇室姓托，拔改姓元。獨孤氏保留，獨孤信通婚，鮮卑貴族必須娶漢族高門大姓嘅女兒。大家可能覺得呢個唔就係學習先進文化咩？唔係，喺當時鮮卑貴族眼中，呢個叫數典忘祖，皇上係要我哋滅種啊！反對聲音大到咩程度？連孝文帝嘅親生太子元罕都頂唔順。太子覺得漢服住起身唔舒服，漢語太難學，想偷偷跑返北方老家。孝文帝點做？佢親自下令賜死太子。為咗改革，殺咗自己親生仔，呢種決心震懾咗所有人。鮮卑人徹底拋棄咗自己嘅舊學，融入漢文化嘅血液。資治通鑑評價呢個係極其悲壯嘅一幕。鮮卑作為一個民族喺歷史上消失咗，但作為一個政治集團，佢獲得咗永生。佢將草原嘅武力基因注入漢文明嘅制度入邊。呢個就係後來隋唐盛世嘅源代碼。胡漢融合，北魏後來分裂咗，變成東魏同西魏。呢個唔重要，重要嘅係喺西魏，亦即係今日陝西西安一帶誕生咗一個統治中國300年嘅超級天團。呢個概念係陳寅恪提出嚟嘅，叫關羅集團。喺資治通鑑入邊，佢嘅雛形源於一個叫宇文泰嘅人。宇文泰係西魏嘅實際掌權者，佢手上兵唔多，為咗對抗東邊嘅敵人，佢發明咗一種制度——府兵。簡單講就係當兵光榮，全家免稅。佢將漢人豪強同鮮卑武將結合埋一齊，封咗8柱國，8個頂級柱石將軍。呢8個人有幾犀利？我哋睇下呢份名單：李虎，佢個孫叫李世民；李泌，佢個曾孫叫李密；楊忠，佢個仔叫楊堅；獨孤信，你睇明未？後嚟嘅隋朝、唐朝，其實都係呢個關驢集團內部嘅家事。楊堅奪咗北周嘅天下，係外公搶咗外孫嘅皇位；李淵奪咗隋朝嘅天下，係表哥搶咗表弟嘅皇位。呢個就係歷史真相，邊有咩從天而降嘅英雄？隋唐嘅輝煌喺宇文泰建立呢個軍政合一嘅精英集團嗰一刻就已經注定咗。喺呢一章最後，我哋要講一個八卦，但呢個八卦關乎國運。獨孤信8柱國之一，號稱當時天下第一靚仔，風流倜儂。佢之所以犀利，係因為佢特別識生女。佢有3個女，分別嫁俾3個朝代嘅皇帝。大女嫁俾北周明帝，成為北周皇后；七女嫁俾楊堅，隋文帝，亦即係著名嘅獨孤伽羅皇后。4女嫁俾李台，生咗個仔叫李淵，大唐開國皇帝。如果你係獨孤信，你過年派利是嘅時候會係咩心情？大女婿係皇帝，二女婿係皇帝，外孫仔又係皇帝，3個朝代都流住獨孤家嘅血。呢個唔單止係巧合。呢個說明當時胡漢融合已經去到咩程度？無論係楊家、弘農楊氏，定係李家、仁西李氏，佢哋都一定要透過同鮮卑貴族獨孤氏聯姻，去鞏固自己嘅政治地位。呢種混血基因造就咗後來嘅唐朝皇室。佢哋既有漢文明嘅深沉同謀略，又有草原民族嘅開放同剽悍，所以李世民先夠膽殺兄逼父，草原集氣，武則天先可以做女王。鮮卑女性地位高。好啦，講到呢度，北方故事線都清楚晒。經過200幾年嘅大亂鬥，北方完成咗一次系統升級，軟件漢文明嘅制度，儒家加官僚體系；硬件游牧民族嘅武力，府兵加關驢集團。而家呢部超級機器已經組裝完成，佢個名叫隋，駕駛員叫楊堅，佢即將發動引擎南下。滅掉嗰個仲喺度唱後庭花嘅陳朝，結束呢場長達400年嘅分裂。公元589年，嗰係中國歷史一個高光時刻。隋朝軍隊渡過長江，滅掉南朝最後一個政權陳。嗰個寫玉樹後庭花嘅陳後主，帶住2個重妃匿喺井入面，被隋軍好似拎小雞咁拎咗出嚟。自此，分裂咗近300年嘅中國終於統一。大家都覺得新皇帝楊堅、隋文帝肯定係一個霸氣外露嘅人，係咪？完全唔係。喺資治通鑑入邊，楊堅嘅人設非常奇葩。1. 怕老婆，佢係歷史上出晒名嘅妻管嚴。佢嘅皇后獨孤伽羅就係之前講嘅獨孤信個女，唔准佢有其他女人。有一次，楊堅偷偷寵幸咗一個宮女，獨孤皇后趁佢上朝，直接將嗰個宮女殺咗。楊堅嬲到離家出走，跑去山入面喊：我做皇帝做到一啲尊嚴都冇。2. 孤寒。
佢對自己孤寒，對大臣都孤寒。佢發明咗糧倉、冚家倉，啲糧食存咗50年都唔壞。但佢唔捨得俾老百姓食，甚至唔捨得俾守邊疆嘅士兵食。但係佢係一個頂級管理者，佢用呢種近乎變態嘅孤寒同嚴苛，迅速恢復咗國力。隋朝人口激增，倉庫入面嘅錢多到連串錢嘅繩都爛晒。呢個時候，一個巨大隱患出現咗，邊個嚟接班？楊堅嘅大仔楊勇中意奢侈，中意女人，似個正常人。楊堅唔中意，而二仔楊廣睇準咗老豆嘅心理，開始咗一場奧斯卡級別嘅表演。楊廣係一個咩人？史書入邊佢被描繪成色鬼暴君，但喺佢做太子之前，佢係全天下公認嘅完美偶像，扮節儉。佢知道老豆孤寒，就故意整斷琴弦，整爛件衫俾老豆睇，扮專一。佢知道阿媽善妒，就喺府入邊只留幾個又老又醜嘅傭人，只同正妻蕭妃生仔，扮禮賢下士。見到大臣嘅車，佢都要停低行禮。楊堅同獨孤皇后感動到不得了，呢個仔太似我哋，呢個先係大隋嘅希望啊！於是廢咗大仔楊勇，立楊廣做太子。《資治通鑑》喺呢度俾出嗰句著名評價：大奸似忠，大偽似真。楊廣唔係普通嘅壞，佢係心。呢種深不見底嘅城府，令佢呃過所有人，包括佢精明嘅父母。等到楊堅病重，發現楊廣調戲自己寵妃嘅真相時，已經太遲。史書入面有一個恐怖傳聞：楊堅死嗰陣，楊廣就喺隔籬。大臣出嚟話皇上駕崩，但冇人知道楊堅係被氣死，定係有其他原因。不管點樣，公元604年，楊廣登基，面具終於可以除低。楊廣一上台，立刻由慳錢模式切換到燒錢模式。佢做咗3件驚天動地嘅大事：一、修建東都洛陽，每月役使200萬人；二、修長城，累死嘅人不計其數；三、開鑿大運河，溝通南北，全長2700公里。好多人鬧佢修運河係為咗去揚州睇瓊花、睇美女。呢個係坊間獵奇講法嘅誤讀。喺《資治通鑑》嘅視角入面，楊廣修運河嘅邏輯其實非常硬核。經濟邏輯，經過幾百年戰亂，北方被打到爛晒，但南方江南好有錢，佢一定要將南方糧食運到北方去養佢嘅軍隊同京城。政治邏輯，關寧貴族勢力太大，佢要控制南方就一定要有一條水上高速公路。呢件事功在千秋，直到今日我哋仲用緊大運河。但問題係罪在當代。楊廣嘅問題唔在於佢做咩，而在於太急。佢將爺爺輩、父輩、兒孫輩要做100年嘅工程，壓縮喺10年之內做晒，甚至連嗰項偉大發明科舉制都係喺呢個背景下誕生。點解要科舉？係為咗公平咩？唔係，係為咗搶權。楊廣受夠咗嗰班關員貴族、李家、獨孤家，佢要透過考試提拔寒門子弟，將權力收翻到皇帝手上。如果楊廣可以多活20年，而且穩陣少少，佢可能會係千古一帝，但係佢停唔到落嚟。壓垮大隋最後一根稻草叫高句麗，朝鮮半島政權。楊廣點解要同高句麗死磕？因為佢唔容許喺佢嘅天朝體系入邊有一個唔聽話嘅小弟，而且攻打高句麗可以消耗國內嗰啲唔聽話嘅貴族兵力。於是佢發動咗3次遠征，第一次113萬士兵，後勤民夫200萬。就算放到今日，呢個都係人類歷史上罕見嘅超級兵團，結果慘敗。唔係打唔過，而係楊廣未操太多。佢坐喺後方遙控指揮，前線將領想進攻都要寫奏報請示，等回覆嚟到，戰機一早冇晒，佢唔服氣，跟住打第2次、第3次。呢個時候國內終於爆煲，老百姓唔種田，男人全部被捉去當兵做民夫，死喺遼東黑土地上。山東爆發咗黃渤起義。嗰首著名嘅《無向遼東浪死》，唔好去遼東白白送死，傳遍天下。就連楊廣嘅親信禮部尚書楊元錦都反咗。大隋嘅崩塌唔係好似西晉咁慢慢爛晒，而係好似一個心臟狂跳嘅巨人，突然血管爆裂。故事嘅結局有一種荒誕嘅美感。公元618年，楊廣躲喺江都、揚州，北方全部都係義軍，李密、李淵、竇建德，佢翻唔到去。佢自己都知道玩完，佢每日對住鏡照，摸住自己條頸同蕭皇后講：好頭顱，邊個當斬之？咁好嘅一粒頭，唔知會俾邊個斬落嚟。佢估中咗開頭，估唔到結局。
殺佢嘅唔係農民起義軍，亦唔係李淵，而係佢最信任嘅禁衛軍囂果軍。帶頭造反嘅係佢寵臣宇文述個仔宇文化及。當叛軍衝入宮殿嗰陣，楊廣維持咗最後一點尊嚴。佢講：我係天子，點可以用刀殺？俾我一杯毒酒。叛軍話冇。最後楊廣解低自己條腰帶，叫叛軍用腰帶勒死自己。嗰一年佢50歲。大隋傳到第二代就亡。享國37年，隋朝係一個悲劇嘅早產兒。佢就好似一個極度勤力嘅包工頭，就算累死全家，都要將地基打好、牆砌好、運河挖通、制度建好，然後自己倒低。呢個時候，一個叫李淵嘅人，楊廣嘅表哥，帶住佢個仔李世民行入咗呢間已經裝修好嘅屋。佢哋只需要換個招牌，將隋改成唐，然後稍微修修補補，休養生息，一個偉大盛世就誕生咗。歷史最大嘅諷刺就喺呢度，唐太宗李世民所有嘅貞觀之治，其實都係食緊楊廣條屍留下嚟嘅本錢。唐朝嘅制度係隋朝定落嚟嘅，唐朝嘅糧食係隋朝傳落嚟嘅，唐朝嘅運河係隋朝修出嚟嘅。但李世民比楊廣聰明喺邊度？李世民一世都俾楊廣嘅鬼魂纏住，佢每日都提醒自己，千祈唔好好似我呢個表叔咁急。佢小心翼翼咁駕駛住大隋留下嚟呢艘巨輪，開創咗著名嘅貞觀之治。喺佢治理之下，中國進入咗長達100年嘅超級穩定期。但歷史嘅詛咒並冇消失，只係瞓着咗。當時間嚟到100年後，李世民嘅重孫唐玄宗李隆基登場。呢個時候，大唐已經富到流油，冇人再記得楊廣嘅教訓，亦冇人再記得創業有幾艱難。盛世往往係包住糖衣嘅毒藥。下一章我哋會跳過嗰啲悶到瞓着嘅讚歌，直接將鏡頭對準大唐最輝煌亦最脆弱嘅時刻。我哋要去睇下一個完美嘅開元盛世點樣因為一個肥佬安祿山嘅出現，一夜之間崩塌。如果喺中國歷史上揀一個既生瑜何生亮嘅皇帝，嗰個就係唐玄宗李隆基。如果佢50歲就死，佢就係千古一帝，連李世民都要靠邊站。佢在位前半段叫開元盛世，嗰陣嘅大唐有幾富？杜甫有詩：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倉一區豐實。老百姓屋企唔需要鎖門，因為冇人偷嘢。去外地旅行唔需要帶乾糧，因為到處都有人招呼你食飯。李隆基呢個人簡直係文武全才嘅頂配，識音樂，佢係梨園祖師爺，可以親自作曲，指揮幾萬人嘅樂團演奏霓裳羽衣曲。識政治，佢重用姚崇、宋耿呢啲頂級宰相，將國家治理到井井有條。識軍事，佢將大唐疆域推到中亞，萬邦來朝。但就好似所有恐怖片嘅開頭一樣，當一切睇落太完美嘅時候，鬼就準備出嚟。呢隻鬼唔係其他人，正正就係時間。李隆基活得太耐，佢在位44年。當一個英明皇帝變成一個倦怠嘅老人，佢最怕嘅唔再係饑荒戰亂，而係無聊。喺嗰個著名肥佬安祿山出場之前，我哋一定要先講一個極之枯燥，但關乎大唐生死嘅制度問題——兵制。仲記唔記得我哋喺第3章講過嘅關寧集團同府兵制，就係嗰個平時種田、戰時打仗、全家免稅嘅制度。呢個曾經係大唐無敵嘅根基，但到咗李隆基呢一代，呢個制度崩咗。點解？因為人口太多，土地唔夠分，老百姓冇地種，就唔願意做府兵，冇人當兵點算？李隆基諗咗個方法，俾錢請人，募兵制。呢個聽落好似冇問題，但喺《資治通鑑》睇嚟，呢個係一個致命 bug。府兵聽邊個嘅？聽國家嘅，因為地係國家俾嘅。僱傭兵聽邊個嘅？聽俾錢嗰個將軍、節度使嘅。於是，一種新怪物誕生咗，節度使。佢哋唔再係國家嘅將領，而係變成擁有財政權、行政權、軍權嘅土皇帝。而呢個時候嘅李隆基喺做咩？佢沉迷喺楊貴妃嘅溫柔鄉入邊，佢睇住霓裳羽衣曲彩排，佢覺得外面啲事交俾嗰幾個能幹嘅節度使咪得咯。如果話制度係乾柴，咁點火嘅人就係宰相李林甫。喺《資治通鑑》入邊，李林甫係僅次於秦培嘅奸臣，但係奸得好有水平。佢嘅絕招叫口蜜腹劍，嘴上對你甜到好似蜜糖，肚入邊就藏住一把殺你嘅刀。李林甫為咗保住自己宰相位置，定落一條可怕規矩，絕對唔可以俾漢族將領做節度使。點解？因為漢族將領好似黃宗士呢種，如果立咗軍功，就會返朝廷做宰相，威脅佢嘅地位。咁用邊個？用胡人。
李林甫同李隆基講，胡人冇文化，唔識政治，只識打仗，呢種人最聽話，最適合做睇門狗。李隆基一聽覺得有道理，准咗。於是安祿山、史思明、哥舒翰呢啲原本處於邊緣嘅胡人將領，好快就掌握咗大唐最精銳嘅部隊，其中最強嗰個就係安祿山。佢一個人身兼三鎮節度使、范陽、平盧、河東，手握大唐1/3兵力。而李隆基仲喺皇宮入邊，將佢當成一個識跳胡旋舞嘅可愛肥仔，甚至仲俾楊貴妃收佢做乾仔。呢個邊度係乾仔？呢個係養喺睡房入邊嘅一隻老虎。公元755年冬天，安祿山喺范陽、北京起兵，藉口係清君側，要殺楊國忠，楊貴妃嘅堂哥。好多人以為大唐軍隊會好似以前咁，分分鐘滅咗叛軍，結果卻係如羊失鼓動地嚟，驚破危床如衣曲。安祿山嘅軍隊一路南下，好似切豆腐咁切開大唐防線。點解？因為內地太平太耐，幾十年冇打過仗。嗰啲守城士兵一見到安祿山嘅狼牙棒，腳都嚇到軟晒。最諷刺一幕發生咗，李隆基聽講安祿山反咗，第一反應係唔可能，佢係我乖仔。等到確認真係反咗，佢先至慌晒神，帶住楊貴妃、楊國忠同皇子皇孫連夜逃出長安。呢一刻標誌住盛唐嘅終結。嗰個萬邦來朝嘅長安城被叛軍洗劫一空，李白嘅詩、杜甫嘅酒、張旭嘅草書都喺戰火之中化成灰燼。我哋要講嘅最後一個場景係馬嵬坡，逃亡路上去到馬嵬驛、陝西興平，護送皇帝嘅禁衛軍唔肯再行，大家又肚餓又嚟，睇住前面嗰個仲食香飲辣嘅宰相楊國忠，怒火中燒，士兵嘩變咗，佢哋殺咗楊國忠，將佢個頭掛喺驛站門口。但係呢個仲未夠，帶頭嘅將軍陳元禮同李隆基講，冊本尚在，禍根仲喺度。李隆基扮傻，楊國忠唔係死咗咩？將軍指一指皇帝身後嘅帳篷，嗰度拎住楊貴妃。士兵嘅邏輯好簡單，你係皇帝，我哋唔敢殺你，但你錯誤寵信，荒廢朝政，總要有人埋單。呢張單只可以由你最愛嘅女人嚟埋。呢個係《資治通鑑》入邊最殘忍嘅一筆。72歲嘅李隆基，呢個曾經不可一世嘅帝王，喺呢一刻只係一個為咗保命而拋棄妻子嘅懦夫。佢掩住塊面喊，揮一揮手，楊貴妃就被高力士勒死喺佛堂前嘅梨樹下面。死嗰陣，佢38歲。士兵見到貴妃嘅屍體，終於滿意，高呼萬歲，繼續護送皇帝上路。你睇，呢個就係權力嘅代價。當權力失控嘅時候，冇任何溫情可言。就算係在天願作比翼鳥嘅愛情，喺兵變嘅刀尖面前，都只係一件用嚟平息憤怒嘅祭品。安史之亂最後被平定咗，靠嘅係借回收兵同郭子儀苦戰，但大唐嘅脊梁已經被打斷。從此之後，大唐變成咗一個植物人帝國，中央政府冇兵，只可以靠各個節度使俾面，宦官開始掌權。因為皇帝唔再信任武將同文官，老百姓流離失所。杜甫寫低咗血淚交織嘅三離三別。接落嚟150年，大唐就喺呢種半死不活嘅狀態入邊苟延殘喘，直到有一日，一個叫朱溫嘅流民徹底拔走咗佢條氧氣喉。喺《資治通鑑》入邊，朱溫係惡嘅集大成者。佢唔係曹操嗰種梟雄，佢係純粹嘅流民。佢原本係黃巢起義軍嘅細佬，後來投降唐朝，反過嚟殺以前嘅兄弟。佢殺人如麻，將活人當軍糧。佢荒淫無道，連兒媳婦都唔放過。但佢有一個特質，狠。喺嗰個邊個拳頭大邊個有道理嘅年代，流民往往活得最好。公元904年，朱溫覺得唐昭宗唔聽話，派人將皇帝殺咗。殺咗皇帝仲未夠，佢覺得朝廷入邊嗰啲自命清高嘅貴族太煩，於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嘅一幕——白馬之禍發生咗。呢個唔單止係一次屠殺，呢個係一次文化斷根。朱溫嘅謀士李振係一個考唔上科舉嘅落第秀才，佢對嗰啲名門望族恨之入骨。佢同朱溫講：呢班大官以前自稱清流，睇唔起我哋，今日不如將佢哋殺晒，掉落黃河，等佢哋變成濁流。朱溫一聽，覺得好主意，於是喺華州白馬驛，30幾位大唐最頂級嘅宰相高官裴舒、獨孤選、崔遠等被集體處決，屍體掉入滾滾黃河。呢件事標誌住咩？標誌住由東漢以嚟，
統治中國近800年嘅世俗門閥體系徹底亡咗。仲記唔記得我哋第一章講嘅王家、謝家，第3章講嘅關雷集團獨孤家？喺呢一刻，佢哋嘅肉體同精神都被呢個流民時代沖入咗下水道。從此之後，中國再無貴族，剩低嘅只有2種人：攞刀嘅軍閥同種田嘅百姓。大唐滅亡之後，中國進入咗5代十國。呢53年就好似撳咗快進掣，中原換咗5個朝代，梁、唐、晉、漢、周換咗13個皇帝，平均每個皇帝在位唔夠4年。點解換得咁快？因為呢個時代嘅邏輯變咗。以前做皇帝要講血統、講德性，而家呢5代一個軍閥安重榮講出咗一句千古真話：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另有種嘅。只要我兵強馬壯，我就可以做皇帝，仲要咩血統？呢個就係社會達爾文主義嘅巔峰，邊個手上有兵，邊個就造反。仔殺老豆，豬有龜殺豬瘟，細佬殺阿哥，李從何殺李從厚，大臣殺皇帝，石敬瑭引契丹人滅後唐。老百姓呢就好似草芥一樣，軍隊行到邊食到邊，冇糧就食人。呢啲事喺5代史書入面根本司空見慣，呢個係一個只有生存冇生活嘅地獄。司馬光寫到呢度，筆尖都喺度震。佢唔單止係記錄歷史，更加係喺度問：難道我哋就咁一直殺落去咩？邊個可以嚟終結呢個惡性循環？終於救世主嚟咗，但係佢唔係靠殺人，而係靠做局。佢叫趙匡胤。公元960年正月初一，聽講契丹人打過嚟，其實係假情報。趙匡胤帶住禁軍出征，行到陳橋驛呢個地方，大家飲醉咗。第二朝醒返，趙匡胤發現自己身上披住一件黃袍，手下嘅兄弟攞住刀大嗌：請做天子，請做天子！呢個就係陳橋兵變。大家都明呢件事係趙匡胤自導自演，但係佢犀利就犀利喺度冇流血。佢入京城之後下令軍隊唔准搶劫，唔准殺前朝皇室。呢件事喺5代十國係難以想象。老百姓本來已經準備逃難，結果發現今次點解冇殺人？但係趙匡胤心入邊好清楚，我今日係靠兵上台，聽日我嘅手下都可以學我，將黃袍披喺第2個人身上。呢個死循環一定要喺我呢度終結。趙匡胤冇好似朱溫咁殺功臣，亦冇好似劉邦咁擺鴻門宴。佢組咗一個史上最高端嘅局，杯酒釋兵權。建隆2年一場晚宴，趙匡胤請石守信等幾個拜把兄弟飲酒，飲到一半，趙匡胤開始嘆氣，做皇帝太難，唔單止瞓唔着，仲日日驚俾人殺，兄弟嚇壞晒。大哥，邊個夠膽殺你？趙匡胤話：你哋雖然唔想殺我，但你哋手下如果貪圖富貴，將黃袍披喺你哋身上，你哋想唔做都唔得啊！兄弟一聽，跪喺地上磕頭，陛下救命！趙匡胤俾出佢嘅商業解決方案：人生苦短，不如多積啲錢，買屋買地留俾子孫，日日飲酒睇美女，唔好咩？我哋君臣之間冇猜疑，呢個先係雙贏。第二日，所有大將集體交出兵權，告老還鄉。趙匡胤兌現承諾，俾咗佢哋巨額財富同最好待遇，甚至仲同佢哋結為姻親。呢個唔單止係一次權力交接，呢個係一次偉大嘅制度轉型。趙匡胤用錢買斷咗武將嘅政治野心，從此宋朝確立咗重文輕武嘅國策。中國歷史由武人政治，邊個拳頭硬就聽邊個，轉向文人政治，邊個讀書多就聽邊個。雖然呢個導致後來宋朝軍事上軟弱，成日俾人打，但佢徹底終結咗嗰種隔幾年就換個皇帝，殺到血流成河嘅內亂模式。老百姓終於可以安安心心種田做生意，呢個就係文明嘅勝利。《資治通鑑》寫到趙匡胤建國公元960年，亦即係5代結束嗰陣，就戛然而止。點解唔寫宋朝？因為司馬光係宋朝人，當朝嘅事唔可以寫，亦唔敢寫。但係佢將呢部書獻俾皇帝宋神宗嗰陣，意思已經非常清楚。陛下，你睇呢1300幾年歷史，由3家分晉嘅禮崩樂壞，到漢唐盛世嘅輝煌，再到5代十國嘅地獄，歷史就好似一個回力鏢。凡係修德行、守規矩、愛百姓嘅朝代，雖然都會滅亡，但嗰係壽終正寢。凡係玩權術、壞規矩、暴虐無道嘅朝代，例如秦、隋、5代，死得都好快，而且死得好慘啊！司馬光最後送俾我哋每一個讀者嘅，其實只有8個字：善可為勵，惡可為戒。
我哋讀資治通鑑唔係為咗學嗰啲陰謀詭計，而係為咗喺睇透人性黑暗之後，依然選擇相信規則、相信文明、相信善良嘅力量。各位朋友，我哋嘅資治通鑑到呢度就全部完結。如果你聽完覺得意猶未盡，甚至覺得有啲背脊發涼，咁就啱啦，因為呢個先係真實嘅歷史，佢唔負責令你爽，佢只負責令你醒。多謝你一路陪伴。如果你中意呢個系列，記得俾個 like 收藏。我哋下本書再見。